哎呦我这天儿，太冷了，老六，锅里有肉没？还知道回来呀？上哪儿去了这几个月啊？快点吧，热死我了！赶紧，坐这儿等着吧。还得咱家这早餐呢，瞅着就有食欲。哎呦我老六好像瘦了呢，看出来了吧？又是精神没有了。老六你咋瘦的？那你别管，跟我别管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咋回事了，那我也得喝呀，老六啊！行啊，喝完快吃吧。哎，就这么的，我觉得我也能瘦个50-60啊！没事管你啊，我这还没满足呢，还得继续。